男孩不小心尿到鞋上，便去洗了脸。可在他抬头的一瞬间，竟看到留着胡子、扎起辫子的自己。卧槽！到底是自己出了轨，还是镜子劈了腿？就连马格纳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就是维京时期的上古天神。但觉醒后，即使摘下7000度的眼镜，他依旧能看到远方的事物，随便跑100米都能有6.98秒的好成绩，远比世界纪录还要快上2秒多。起床活动筋骨，就会一拳将房顶弄得大窟窿，甚至还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上一秒他提醒校长关上窗户，下一秒看似玩笑的预言就应验了。原本他是患有读写障碍的 loser， 屡次蹲班后只能和弟弟在同一个班级上学。周末他与唯一的好友爬山，两人进入了小镇后山的禁地。可随后他就收到弟弟发来的母亲出事的信息，然后他的手机就没电了。于是他想都没想，疯一样的向家跑去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次的分别将会是他和好友的永别。当他回来看到母亲正在做家务，才知道自己让弟弟给耍了。等他再次向山上出发时，山上的伊索并没有等他，已经乘坐滑翔伞急促而下。但马格纳却顿感不对，滑翔伞如同无人操控一般，径直向小镇的高压电线冲去。根据事故发生的位置，他找到了好友，同时赶到的还有鱼图工业的老板威达。经过威达的抢救，确定伊索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。这个结果却是马格纳始料未及的，唯一的好友离去，自己竟什么也做不了。悔恨的他随手拿起锤子，发泄情绪的向外劈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镇警察宣布伊索的死是一场意外，没有其他导致死亡的原因。但伊索的手机却至今还没有找到。唯独马格纳不相信警察给出的结果，因为伊索是玩滑翔伞的老手，不会在风雨天气进行滑翔，更不可能去挑战电力公司的权威。可这些只是他自己的推测，并不能作为证据。之后全家人去参加了伊索的葬礼，回来后便发现家里不仅进了贼，还被人翻了个底朝天。此时马格纳更坚信伊索的死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。